坐你隔離，像對孖公仔播戲，來操場遊戲，我共你一起，然後買衫可以做風紀，拆扮身家，動作很溜滑，我真是好奇，拆扮身家一滴人氣，曲奇告訴我其實你原來就為了他。咩？對唔住 ，sorry， 你買衫去做風紀啊！對唔住，我真係好笑。唔係嗱，我哋而家講翻來先，重新再做一次。我買衫去做風紀。對唔住，我哋再嚟多次，唔好意思。